歹势，我用一个 live 剪了。好，咱来继续。好，咱请牧师娘。要来开始啊！哈，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以色列啦，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阿伦的家啊，好，咱来奏乐啦吼。有人又跑出来了。我拢无看到荧幕呢。Yes. I can see any screen. I don't see anything and I. 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请咱来欣赏诗123首，B。耶稣真正死过我。3首 B 调。耶稣真正死过我。天在世人团开我。
第恁着尽心尽性尽性尽意听主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恁这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三听，众人就要对安尼知你是阮的学生。请咱来读圣经《歌罗西》第3章。第1节、第4节。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过我，就着求伫顶面的事，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屏。就注意顶面的事，毋通注意地上的事，因为恁若捌死，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甲放伫上帝。基督是咱的活命，到伊显明的时，恁也要三甲显明伫阳光的中央。我们已经跟基督一起复活，你们必须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你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跟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来祈祷，牧师祈祷了，伊要甲咱传上帝的信息，甲基督同行。咱做伙来祈祷，听头阮的天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阮看见全世界在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主，阮伫你的面前来谦卑，阮也经历伫即40天的家在会，阮会当甲主你来同思想阮的性命的问题。阮也看见侪人因为即个病疫的关系来住病院，甚至丧失因的性命。也第一线遮的医护人员，因也用因的性命来固守遮破病的人。所以，当阮面对即个病疫的时阵，侪的科学家、医学家也伫即个中间在努力。虽然阮也无法度找到一个上妥当的方式来面对，但是阮只有配合整个的防疫的制度方法阮伫即个所在来居家隔离。所以因为安尼，阮无法度自己伫你的圣殿来做伙敬拜阿罗你。但是透过遮个科技，也阮伫无共款的所在，依然会通同心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主，阮恳求你怜悯即个土地，赦免阮人类无照你的旨意来行的罪。求主你施落你的怜悯，互即个病疫会当紧紧来离开阮，互阮会通搁一摆来有实际上的团契的生活。阮的教会毋是一个大教会，但是阮有迄种互相连结真追求团契生活的一个心。所以，阮用即个方式伫即个所在做伙来敬拜，做伙来连结，做伙用阮的心来伫你面前，阮来互相关心，来彼此代祷。
因为阮知阮靠阮家己无才调，阮只有将阮的性命交托伫你，互你会通成做阮的帮赞。求主你帮赞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面对这个病情苦难的时阵，会当靠主你来刚强，靠主你来得到医治，靠主你来得到平安。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会通伫遮做伙同心来向你祈求，向你来献上阮的敬拜。但阮摆咧阮的敬拜伫你的面前，因为你甲阮讲，阮若同心自执2、3个人，你就伫阮的中间。阮来献上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各位快乐！今仔日是咱的主过活的日子啦，吼！咱要安怎甲基督同活？这是咱基督徒不时爱去思考的，毋是一年才思考一摆啦，吼！要安怎活出基督的样式？拄则咱伫这个新的界面信仰个别的中间，咱有读到主的交代是讲，恁若彼此相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当咱伫咧甲人讲话，也是讲咱咧讲一项代志的时阵，甚至咱咧批评一个人，也是讲一个同工的时阵，就咧代表咱的信仰，咱是甚物款的品质。所以伫基督徒的生活来讲，咱爱不时去反省、去思考，知咱的主是过我的主，咱所接受的是一个过我的信仰。多马是一个足好奇的人，伊甲遮个人讲，我若无看到耶稣的迄个受插的所在，我就毋信。耶稣互伊看见，伊看见一个过我的救主了后，多马伊的性命完全改变，成做一个宣教师。今仔日我也要用几个宣教师来做我讲道的结尾，互咱来刺激咱，互咱来思考。搁一个早起，照圣经的记载，有一场妇人人等袂赴真紧就冲到迄个耶稣埋葬的坟墓遐去，因为因照圣经的记载，因对拜五就已经穿骹手啊，物件拢穿好啊，咧等即个礼拜日的天光。因对着迄个申请要摕耶稣的身尸转去迄个有钱人约瑟，甲尼哥底母去到迄个坟墓的时阵。牧师在约啦吼，因大概无满意遮个查甫人的骹路、手路，所以因转去就准备即个香膏，要来搁甲耶稣搁重新来整理一摆。但是因为拜五日落啊，安息日已经开始啊，所以因就袂当叮当，因就开始等，是安那爱等到迄个第3日。因为迄个拜六整个就是安息日，所以因袂当叮当，所以因等到礼拜7日的头一日，因就来去看耶稣，这个名画画家安尼甲画，就是迄个有钱人约瑟甲尼哥底母甲其他的人，甲耶稣身尸放转去伫迄个坟墓内底，伫咱的倒手边下骹，咱有看见。咱有看见即个有妇人人伫咧下骹，因伫遐真正是艰苦心看袂落去，因伫遐咧期待会当伫开放安息日过开放的第1天去看耶稣安尼吼。这是伊伫圣经的记载内底，马太福音27章甲马可福音15章。路加23章拢有共款的安尼的记载，特别是路加福音23章第55到56节讲，对加利利甲耶稣三甲内遐的妇人人，对伫后面看伊的梦甲怎样下伊的身尸，就倒去备办香料香油，当安息日照诫命来歇，所以这就是拄则牧师咧形容这妇人人。对着这个
约瑟甲尼哥底母去了，看了因转去所做的代志，我头再讲因着被办吼，才会了要来甲耶稣搁一摆抹身躯，甲伊割抹安尼吼。啊，因得爱等甲安息日过去。所以伫国外这个早起发生几项代志，我要邀请大家伫即个所在做伙来思想的，就是讲即群妇人人因的心内挂虑着因安息日进前看到耶稣无去用处理好势，因伫迄个安息日一过，天一曝光就冲到即个坟墓。拄则伫咧互相请安的时阵。文化遐有咧讲咱过去伫台湾吼，拢有迄个国外一个早天祈祷。啊，为什么有早天祈祷？就是因为遐个妇人人，因一天曝光，因就冲到迄个坟墓，想要去看耶稣，想要去看耶稣。因为天曝光的时阵，就是原起头伫2000几年前，遮妇人人所做迄项代志。所以天光第一项代志。咱的思想是啥物话？国外的主，亲像这妇人人讲，虽然因也毋知影耶稣国外，但是因纪念耶稣，心内思念念，就是讲一开始安息日一过，天曝光，我就是要来看耶稣。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态度啦，吼。再来，第二项代志发生就是讲。因去看到坟墓已经开啊，搁偌济早起，这妇人人走到伫坟墓的时阵，看到几项代志，就是咧固守，照圣经记载吼，咧固守坟墓的卫兵已经无去啊，而且迄个挡伫迄个坟墓口啊，即个石头已经滚开啊，啊坟墓内底嘛空空啊，所以即个墓开开啊。照约翰福音的20章的记载，到安息日礼拜日透早天曝光的时阵，在玛利亚甲另外一个玛利亚去坟墓，因看到迄个有迄个强烈的地动，有主的天使对天落来，甲迄个石头安那滚互开，所以毋是这妇人人有才调，甲迄个石头散开咧。照圣经的记载真清楚，真清楚。这个墓空啊，这个墓空啊，因有看到一个样貌，就是迄个人的容貌像闪电，他的衣服像雪一样的洁白，手尾拢行甲，伊讲面青顺顺，敢若死人共款安尼吼。第五节讲，那天使向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第六节，他不在这里。照咱台语的圣经讲，恁啥事伫死人中间来找啥活人？所以坟墓空代表耶稣的国活，代表耶稣的国活，咱若照圣经的记载，就是讲，当迄个死呐，也是讲地动发生的时阵。迄个守卫还佫伫遐，但是因行甲面青顺顺，然后迄个石头一滚开了后，迄个坟墓内底已经无搁再有耶稣的身躯伫内底，是一个天使伫内面。再来，咱看见当天使甲遮的妇人人伫讲话了后，伊就甲伊讲，你转去甲耶稣的门徒讲。所以，因就讲去倒去传这个国外的福音。所以，什么人是第一个福音的宣教师？毋是门徒，是这妇人人。这妇人人，初代教会咧传国外福音的是妇人人，是这姊妹。咱毋通袂记这项代志。所以，咱看见讲，这的妇人人，因的心内思念念是耶稣，因看见见证耶稣国外的时阵。因马上回应上帝借着天使呼因的呼召，然后就去成做福音的宣教师。咱有看见这个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啦，门徒咧，
下个礼拜五，牧师用迄个克西马尼的祈祷来甲大家三个分享。耶稣伫遐咧祈祷，有真大压力，伫遐有即个困难，甚至伫遐拼肝，敢若咧拼火的时阵，甲门徒讲：恁伫遮警醒祈祷。那照马太的记载吼，1摆、2摆、3摆，因拢耶稣去讲了吼，因共款去困去，吼，因共款去困去。可能因为因惊吓，可能因好人，可能因秘调的，可能因无法度了解耶稣咧讲我3日后要搁活，到底是甚物款的意思？所以迄个伫克西马尼园拄久的门徒。伫耶稣搁活的早起游玩，搁咧拄久。为什么牧师安尼讲？因为当负责人去甲因讲主搁活，主无伫坟墓内底时阵，遐个门徒安那毋相信，遐个门徒毋相信，咱来看迄个伫即个克西马尼园，耶稣伫遐咧祈祷，即边的遮个门徒拢伫遐咧拄久，牧师拄则咧讲，搁咧拄久中间的门徒啦，路加福音24章的第6节到第8节，伊安尼讲，有人听到天使的提醒，讲主已经搁活，然后恁会通转去甲遮个门徒讲，伊讲伊无伫遮已经搁活，恁着记得伊游玩伫加利利的时，怎样甲恁讲，这是主的预言，讲。人子的确要交伫罪人的手中，互因钉伫十字架，第3日搁活。伫即个圣经内底，罪人是咧讲遐无信的人，所以耶稣是伫罗马的人的手中受钉死，然后第3日要搁活。这个负责人安那，因就记得伊的话，这个负责人，然后因转去甲这门徒咧讲的时阵，24章。路加24章第11节，伊安尼讲：使徒看遐话做无影，也毋信伊。但对牧师的领袖来讲，就是讲，门徒即个时阵，毋是肉体顶悬咧拄久，是啥物货？伫信仰上咧拄久。拄则咱有提到讲，因有可能搁伫咧惊吓中间，亲像彼得伊伫遐好人，过来遐个门徒拢安尼逃走四散。甚至因自我隔离，敢若像咱即摆的情形安尼因伫遐自我隔离，门拢关起来。咱会记耶稣基督搁活的时阵，伫迄个阁楼顶悬楼顶甲因显现的时阵，因是门关起来因惊啊要害，因对这负责人所做的见证，因完全无法度接受，因无法度接受。也阁无愿意接受这个搁活的福音。其实现代的人中间有一寡基督徒嘛是安尼，伊讲我会当信圣经，但是我毋相信迄个搁活，迄无影食有的人也阁有即种的态度门徒因去互啥物人、啥物款的物件赢去，因惊吓，因迷起来，拄则咱有讲着。彼得3摆无认主，因为伊惊讲我若承认，就去互掠去啊！亲像耶稣安尼，所以门徒嘛逃走。当耶稣举十字架咧行苦路的时阵，门徒无甲一个人出现，甲伫一个路边的人，一个叫西门的，去互甲杀出去。伊人讲伊是第13个门徒啦因为伊举十字架对耶稣行约翰福音20章19节来讲，迄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所大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因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咱注意看迄个经文第19节的中，就伫因所大的所在关门耶稣要出现的时阵，因伫遐关门锁起来，但是耶稣依然会当出现。这咧代表2项事，一项是门徒的惊吓，门徒的惊吓，所以因将门关起来，因惊犹太人。照原本的圣经是讲，因家迄个锁起来，
锁起来。但是虽然门关起来、锁起来，耶稣犹原显现表示耶稣的国活。其实惊吓闭起来，毋是一个毋对的代志，但是问题上大的问题是伫无相信。因为耶稣要国活的代志，毋是负责人讲出来，是耶稣本身已经有言过，但是因有听无入，有听无相信，因有了解，有对耶稣3冬的时间，但是因无斟酌甲真理听入去伫心内，因无相信，所以因上大的问题是无相信。当耶稣显现伫因面头前的时阵，知影因会惊吓，所以耶稣甲因讲啥？愿恁平安。我想伫咱这段时间，咱已经居家距离隔离这个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咱搁后续还搁继续。咱这段时间，我相信咱需要主甲咱应允，愿恁平安。这是一个国活的福音啦，愿恁平安。伫惊吓，伫无帮战的这个中间，咱需要主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地。死，其实死毋是一个通惊的代志。咱讲肉体的死，咱几礼拜前咱也有分享过，肉体总是有一天会消失，这是人的定命。人拢会行这条路，肉体一定爱行这个路。但是人较烦恼的应该是讲，咱死了后要去倒位？倒我提供咱这条路，倒我的信息提供咱这条路。咱无惊吓肉体的失无，咱较惊讲咱的灵魂将来，咱的这个神是要走去倒位？咱的死对圣经的角度来讲是罪性的死。耶稣若咧甲人行神迹咧医治的时阵，伊拢会讲啥？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毋是为着人的肉体国活来死，是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死。互人会当脱离迄种罪的捆绑，会当倒转来伫到上帝的面头前。这才是真正咱国活所要领受的一个真重要的问题。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到16节，保罗提起，甲提摩太提起讲，有一句话通信，通招全接纳的，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其中我是第一派，这保罗讲的然后第16节伊讲若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来显明伊一切的吞论。来做后来信靠伊的人得到永远的人的模样，所以保罗伊真清楚伊家己是一个对罪得到赦免、得到拯救，然后得到国活活命的人。佮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老我啦，是人性，无领受救恩的性命，拄则是圣经讲遐。无信的罪人的中间的手是自我中心的性命，是骄傲，是自义的，无顺服的，或者是亲像门徒安尼，拄久无敬虔的性命。保罗讲，当我地无搁再是我，伫加拉太书伊安尼讲。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啊，大家拢完全变做新的。这是一个国活的画面，就是讲咱爱改变啦。我捌听迄个一寡兄弟姊妹讲哎哟，要改无遐简单啦，这我的本性啊，这是我的 personality 安尼但是若是安尼的时阵，咱真困难讲我是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权能无法度改变我，听起来是安尼啦所以对咱来讲是老我的改变。无搁再活伫迄个过去旧的样式，然后渐渐，无需要强调是讲渐渐是失败啦
渐渐，咱的人性、咱的性格、咱的品格改变，来愈成基督。所以保罗讲，当活的无搁再是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所以基本上，咱基督徒爱做一个摒空的工作，亲像迄个耶稣的坟墓已经空，已经空啊。然后咱爱开始来思想，咱要邀请什么来入伫咱的内面。迄个耶稣捌赶鬼魂出去，迄个群出去了后，迄个人伊就接受耶稣的医治，然后改变。伊就成做一个真重要的宣教士。但是另外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人去互耶稣甲医治，赶出去，赶鬼出去了后，安那伊无改变，然后佫有鬼佫倒转来，佫招佫较济，就愈来愈歹。所以咱摒空到底咱的心内底，咱的思想内底要底啥？咱倒转来伫佫偌济早起，遮的富人人。因第一项代志是已经思思念念第三天要来看耶稣，这是咱应该爱去做。咱的心灵袂当干那空尔定，咱爱邀请耶稣搁活的生命入伫咱的内底，亲像保罗所讲的，当活的无搁再是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这是咱爱继续来讨论的代志啦，吼。基督已经搁活，所以坟墓空空，无搁再缀着迄个活人，所以天使讲，伫死人的中间找活人是找袂啦，找无的这是天使，这话甲话天使咧甲遮富人人讲咱真济教会拢爱伫搁活节的时阵，用一个活动叫做啥物？找彩蛋啦，为什么？就是迄个。找彩蛋其实毋是咱的宗教的活动，信仰的活动，但是即摆就是因为甲春天做伙，春天代表一个生命的兴旺，所以这诚做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启示，一个生命的开始，找彩蛋。当然，咱无材料伫教会内底，所以咱也免找彩蛋啦因为咱有生命伫咱的内面基督已经搁活，咱罪已经死，咱的灵性搁活，所以这基督徒应该来追求的，咱的灵性搁活，然后咱要安怎甲人来相处，要安怎彼此的联系，要安怎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关心，过来要安怎将这个搁活的画面，成做咱生命的见证，来甲人讲，我的内面是主基督。咧活，毋是我的老我咧活，所以照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真清楚，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复活，你们必须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你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天顶的代志到底是啥？土地面上的代志，土骹的代志到底是啥？咱等下来讨论啦因为你们已经与基督一起死了，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其实保罗咧讲的，甲这个概念同款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跟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来，天顶的代志到底是啥？咱真困难去想象，因为无人有去过天顶嘛但是伊遮咧甲咱讲，就是基督的代志啦，就是基督咧做的代志，基督咧思想的代志，也是讲咱的主基督伊所 care 的代志。咱要关心什么款的代志？我用最近台湾一寡例啦我最近无偌久之前捌甲大家分享讲迄个伫台东一个吴若石神父，迄个按摩脚底的伊伫台湾做足侪真好的代志。伊即摆已经差不多79岁、80岁，伊伫台湾要到50冬的时间伫遐服侍
伊是瑞士的神父来到伫台湾，然后就伫台湾伊个认同。无偌久进前4月初7，有另外一个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神父米克林吼，伊来台湾已经53冬啊。今年伊4月初782岁的时阵，伊得到台湾的身份证，伊足欢喜的。伊就甲大家讲我是台湾人吼。你看伊安尼默默无名吼，其实伊对台湾做足侪重要代志。南洋舞团伊是创办者吼。南洋的青年会伊嘛是创办者，足侪人伫台湾咧放假的时阵足爱去的，叫做宜兰童玩节，伊是上重要伫后壁发起人。伊伫台湾53冬，无为着什么？是因为主的国话活伫伊内底。我相信有足侪人想讲一个人去到伫台湾，像讲吴若石神父嘛共款，因拄去到台湾的时阵会水土袂合。有足侪宣教师去到台湾破病，甚至有人真少年就离开世间，牺牲伊的性命。伊伫台湾安尼50冬、53冬，敢若为着一个国外主的信仰伫伊内面。甚至这负责人因透早去到伫迄个坟墓内底，伊看到迄个主已经无伫遐国外，天使讲去，恁去甲这个好消息报互门徒听，因就马上去。因用安尼性命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个国外活命伫因的内面。因用因的性命40-50冬，甚至更较长的时间来活出一个甲基督同活的性命。因无需要做足大的广告，无需要真大的排场。我最近才看迄个吴若石神父人伫8年前甲访问介绍伊的一生的时阵，讲伊所住的所在，人就是讲台湾遮侪人咧做殡仪按摩，趁钱趁到吼，这吴若石神父一定足好个。结果伊是住一个病房的尔，伊所食的菜拢家己伫迄个园仔内底家己种的，伊无啥物钱，这咱无法度想象的代志吼，咱无想象代志。这就是密克林神父吼，伊真欢喜，真骄傲，讲伊真会当真做台湾人吼。你也看伊遮少年的时阵就来台湾，足缘投吼。咱讲伊牺牲嘛，但是伊真正是有担着迄种国外的见证，所以伊愿意甲基督同活。我知咱有真侪改革中的信徒对天主教有足大的无谅解，也是讲排斥，因为伊这个拜圣母的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真正看见讲伫台湾早期，甚至讲咱知影伫墨西哥、美国，遮你若去看遐一寡 Mission Church， 你会当看见讲遮过去早期的宣教师，因真正是用性命咧见证，因是甲基督同活。佮另外一个神父就是最近伫宜兰。咱知影宜兰圣母医院圣母医院一个神父叫做吴约瑟。欧洲第一个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重灾区就是意大利。这个吴神父伊是对意大利来，伊甲头前迄个米克林神父拢共款伫宜兰的圣母医院在服侍。这吴神父咧看到意大利的这疫情的时阵，伊伫礼拜堂来祈祷，有记者去甲访问，伊就伫遐讲，伊真正望台湾会当帮助意大利，有足侪同伴神父，因为安尼来过信，爱信来真毋甘。你无拍算，我伫第二直播想要甲大家分享过6天。1亿2千万，即摆佫计陆续佫有人咧奉献但是我毋是咧讲着讲，干那即项代志，即个金额即个代志尔。当然是台湾人有看见神父因对台湾的奉献，迄个性命，迄个见证，有真侪毋是基督徒，毋是天主教徒，嘛捐袂少钱伫迄个内面。但是我特别要爱提出来是，即个神父。伊伫第5天的时阵，就佫甲记者叫来，甲讲啥？讲叫大家毋通佫捐啊！第5天迄个时阵，才超过1000万尔。伊伫迄个所在，
咧讲毋通去管啊，因为有其他诶机构比阮搁较需要钱。伊讲有够额，这个是我感觉真值得提起诶代志。互人真敬佩诶是罗东诶即个圣母病院，有捌一届人甲报出来，因有真侪无钱诶人去看病，也有欠账单，因甲伊烧掉。意思是啥？意思是讲，遮个拢伫上帝内底啊。然后伊募款到伫第6天1亿2000万台票的时阵，吴神父马上来公开讲，莫阁管啊，甚至你若感觉你想要甲领转去，你嘛当领转去，阮有够额。网络有安尼咧讲吼，我毋捌看过一个慈善机构叫人莫放的尔。伊讲吼，共款伫东部有一个功德会吼，将来毋捌叫人莫放的，拢伊讲搁较济。所以你会当看伊讲一个有基督搁活命，甲一个无基督搁活命的做法是完全无同款的。伫遮诶最近拢大家咧分享遮个故事，真受人感动的，是遮真正有基督搁活命，而且宣教师的心情，咱看起真水的见证。我想伫咱咧面对这个困难艰苦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我好就好，还是讲搁较济伫我的身躯顶搁较好？还是咱愿意亲像迄个妇人人共款，伊要去见耶稣，毋是讲迄你看我冲第一，我上有资源，我物件拢装好啊，我来看去，安尼我就满足啊，毋是？因搁继续有接受着上帝透过天使互因的呼召。活出迄个基督搁我的见证，勇敢去传福音，勇敢去见证主搁我用因的性命。现在宣教师嘛安尼，所以咱无法度去礼拜堂即个中间，可能咱会感觉讲足无彩的，礼拜堂空空要安怎？但是牧师要甲咱分享一样代志，礼拜堂空空，上帝是我的。礼拜堂空空无要紧，因咱相信的上帝是我的。咱有搁我的信仰，咱犹原会通活出迄种同心三痛的信仰来见证。咱就彼此祈祷，来彼此联系。我也会记哩，台湾拄开始真紧张的时阵，美国还无啥病例，迄个时阵台湾的教会同工就甲我联络，敢会当帮忙找这个喙암啦，帮忙迄个找迄个sanitizer啦，等遮的。当遮的物件咱去甲伊斗找，去斗帮忙的时阵，即摆反倒转来，因看到讲咱遮的疫情较严重，伊来问讲因会当做啥？我想这是伫即个中间，咱会当所体会上帝搁活的活命伫咱的内面。当咱看见人比咱较需要的时阵，咱提供咱的帮助。当咱看见别人更较需要，还是当别人看见咱较需要的时阵，伊嘛会当提供，这是一个真水的活命的见证。敢若亲像咱最近咱台湾，咱看见已经1000万的喙암送出去欧洲、美国，后续佫有加600万，毋是干那台湾好就好，咱有看见迄个需要。咱也毋茫即种的信仰，即种搁活的信仰，是伫咱的生活内底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部分，咱甲每一个人的交往的中间，咱拢会当活出即种甲主基督同搁活的活命。愿主帮助咱佫有真济的角度通好来思想、来反省的。咱无一定讲我做了上完全，我相信遐神父感觉讲因遐做了无够完全。每一个人拢还佫伫咧进步，佫在进步伫中间，咱来追求我活着无佫再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佫活，咱来祈祷。现在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求你来帮助阮思想，阮要安怎甲基督来同佫活？伫阮的活命中间，伫咧面对即个疫情的中间，主，阮真正需要你佫活命，甲阮三甲伫底，互阮伫惊吓中间，犹原有平安。
亲像大笔的诗篇所写的，阮伫行过这个死荫的山谷中间，有主你甲阮同行。愿献上感谢，祈祷告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即碟来唱圣诗324首。大家勇敢。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第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风险家己接起来吼，看要寄去，还是要咱遐有自取吼，寄到是要吼是
要看要安怎，还是接做伙到时上帝嘛，互咱有机会通过去教会，咱就做一个奉献也好，即马奉献也好吼，咱做伙来感谢，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赏赐阮平安。虽然伫即个苦难的日子，你互阮有勇气，无肉体勇气，精神勇敢。我若看到人伫无闲，积住一寡食物，积住一寡用物，总是我就想到阮敢有积住你的美娘伫阮的心内，敢有积住你一切伫阮的心内。因为阮毋知，阮要伫时拄到甚物款的代志，兼且有时拄到袂当读圣经，拄到袂当自由去敬拜你的时，阮会当摕出来用，主求你帮助阮。阮今仔日的敬拜，求主你感纳；阮的奉献，求主你圣化。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免。 OK， 牧师，来，我来报告吼。共款，咱搁继续三体祈祷啦吼。伫即段的中间，咱的即个伫厝里即个隔离吼，咱若有要出去伫外口买物件，咱爱会晓保护家己吼。我知影洛杉矶即马规定吼，即个你若无挂喙罨吼，爱罚$1000啦吼。所以咱原则上就是讲，伫即个居家的即个隔离的中间，咱拢继续用即个会议的连接吼。除非咱有改变，我会搁甲咱来说明甲咱通知吼。请咱注意看逐工的即个 daily devotion 啦吼。拄则奉献的代志已经有报告吼。咱有会当2种方式啦吼。咱拜五共款有查经，4月17号，咱要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吼。我会寄即个经文甲问题来互咱来思考来问吼。共款是拜五阴暗7点的时间。咱前礼拜主日28个人啦吼。4月初3查经是其实15人，我写毋对吼。咱网络伫拜五网络的时候，咱下礼拜咱有15人参加吼。感谢主，咱有真好的即个联系互动甲彼此的关心吼。好，来牧师娘。来，请咱来读今仔即个经句吼。咱来读2摆。我的造物伫你的手，求你救我脱离我对敌的手，以及迫害我的人。求你，互你的面光照你的路途，照你的慈爱拯救我。我的造物伫你的手，求你救我脱离我对敌的手，以及迫害我的人。求你，互你的面照光你的路途，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上帝祝福。咱来吟圣诗513首，513首，愿主祝福你。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牧师祝福，上帝祝福。咱搁一摆来祈祷，主要听咱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当阮结连伫你的内面的时阵，你就甲阮三甲伫地。当你显现伫阮中间的时阵，你就要对阮来讲，愿恁平安。但愿主的平安赏赐伫咱的中间。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好，大家平安。平安。来，我请大家来开，来开。啊，平安。有唱我唔知讲你未晓唱歌啊？我唱了好听无？你的三重奏呢？你第几步诶？我有起这个邀请恁video哦。Talk together. Yes, you should be okay. Muốn có chị thầm. 恁稍等一下哈，我要甲迄个PowerPoint都关起来哈。OK，来，狗在这边。那等着。